叫做化法释教。化法释教就是顿渐秘密不定。那什么叫做顿教？顿其实在《法华经》的第2品里面，他就说正直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跟你绕路啊。这部经就是讲什么成佛的经典，而且是最快速的，完全不跟你绕路。所以我们的《法华经》其实就是什么圆顿。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佛陀一生的说法，这个《法华经》在智者大师把它判为是什么最高的、最究竟的、最圆满的，绝对不跟你绕路的。所以我们时常讲一句话：我们说我们信佛、学佛，就是为了要怎么样成佛？除非你不成佛，我告诉你，否则你一定会碰到这部《法华经》。你这一辈子不碰到，你这辈子不学，你下辈子还是要学；你下辈子不学，你下辈子还是要学。只要你怎么样想成佛，所以你们说这部《法华经》重不重要？重要。